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来嘅节目。对你嘅人生地图吼，可能会遇到你上度冇上多嘅困难也好，艰难也好，你要容易去面对。你底下咧有一种东西叫做艺术左盼，你今日要强多嘅来宾，你嘅讲起係藝術左盼嘅欣賞也好，佢嘅花架也好，作家也好，要當多嘅興奮，大家咧分享佢吼，其實係你嘅讚夢里欣賞分享。大家好。我是曾梦丽董怀怡来邀位，欢迎老师，很开心。我可以感觉老师是我们的南投客家媳妇儿，对吧？是的，对，所以其实每次跟先生如果有回到家乡啊，也会常常听到客家话，对不对？是，对，然后他们聊天也都是常常用客家话聊，所以虽然说我们的老师客家话可能唔会讲到暗吼，唔过都是听得懂，对不对？太棒了，老师你这样听，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客家话是一个还蛮优美的语言？是啊，对，然后它的那个音调或者是那些抑扬顿挫也蛮有意思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泰嘎州的腔下来，客家话也还讲客家话是蛮好的。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詹梦丽老师来到这边，其实哇，老师的身份真的很多元呢。你看这些年我们常常都讲斜杠我觉得老师你不只是斜杠，你真的很多元。你说你看哇，这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老师是插画家也好，作家也好，然后艺术陪伴的老师也好，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一开始先帮观众朋友、友情朋友摸一嗨哈，我们要讲的就是艺术陪伴这个字，听起来有一点点距离的感觉，对不对？什么是艺术陪伴？是好，我想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我就这边简单的说一下艺术陪伴其实就是透过艺术当做媒介，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因为这个创作你可以疏解你内心的一些情绪或压力，然后呢，让人可以照顾自己的心情你本来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舒压，对。那我想在疫情期间，有好多的朋友其实都是在一个很焦虑或者是害怕被传染的状况。那我这个艺术陪伴就陪伴了很多人，他们可以舒压，可以让心情安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很需要让心静下来。对，我觉得老师讲的很好，因为我听了就是很有共鸣。因为老师刚刚讲到一句话，有打动到我的心。他说：“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心？是，对不对？我们常常在照顾别人，或者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可是你有没有 take care？ 你有没有照顾你自己的心？没错，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跟自己对话。不过谈一来还是觉得好像很浪漫又很抽象，又很困难。不过我哋欣赏因为按用嘅关系，比如说欣赏有一个叫做艺术陪伴工作坊。哇，你看又是艺术。其实艺术对一般人来说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遥远，对不对？然后呢，又是陪伴。对，老师那个具体来讲，老师的艺术陪伴工作坊，黑马该努力好。其实呢，艺术可以在生活中体验，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很多人听到艺术，以为我一定要是那个画家在画画。其实你插一盆花，你把家里布置得美美的甚至你就用袜子缝个娃娃，觉得很开心，那也是一种艺术的照顾自己，因为你的心就会静下来，专心，不会再想东想西的烦恼。所以呢，其实艺术不一定是要在画廊或者是美术馆才能够亲近得到。那我的艺术陪伴最重要的就是让朋友们进到我的这个工作坊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放松他可以舒压，然后他可以发现画画好好玩一点都没有压力。对，他可以摆脱那个以前那个框架。很多人在画室学画碰到挫折，觉得他老师画不好，画不像，甚至有人因为从小就被老师修正说你要重画，他就有艺术创伤。那我的艺术陪伴就是专门帮助这样的人重新找到这个创作的自信，然后体验到这个涂鸦的快乐。其实呢，画画不一定要画得像或好，也没有什么对跟错，在艺术里面是没有对错的。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像小孩一样，很开心的玩涂鸦。就你看过那个幼稚园小朋友，他们画画很开心，对不对？才不管你画的对不对、像不像，就是那样就好了。对，就是让我们回转像小孩一样，可以非常的放松，很真实的做我们自己。老师真的，因为你看小朋友画，不管他画怎么样，都说哇你好棒哦，你画的好好哦。是啊。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大人去画
的时候就被那些东西框架了，对，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子。是有以前人老师教画还用尺去测量，辛苦了。不过我想先问一下老师，其实老师因为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在老师的艺术陪伴工作坊里面，其实画画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行动也好，一个具体的行为，像这2年疫情又特别需要，可是因为疫情特别需要，可是因为疫情又特别不能人跟人之间互动，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对。就是很奇妙，就是我虽然以前是在开放画室里面让人家进来画画，互相陪伴，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疫情发生之后，我发现，视讯的效果更好，我可以帮助到好多像英国、欧洲，还有美东、美西，甚至有马来西亚，他们就可以透过那个线上的方式来大家一起画画，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在视讯上面，他可以更放心、敞开的讲自己的内心故事哦。对耶，因为泰嘎威吃东，你可以讲he都一直提供把图给时间，要大家聚在一起。老师还看了一下，或者有时候还有个面对面的交流。可是反而网络无国界，对，你反而有更多可能台湾以外的朋友啊，你等一下按杨颖咪，他可能在自己的家里嘛，他还可以穿睡衣，对不对？还可以素颜，然后更放松。不过我真的要问一下，虽然老师刚刚说你就放松，你就不用强松，你就用你就用不过不厉害。老师，我是真的有画画恐惧症。今天的脚本版呢有安排主持人现场要画画。我光看到脚本，我压力就大了。我想说这怎么可以？而且我还要给观众朋友看我画的图。我说这不行吧？你看老师，这就是心魔。老师真的完全不会画画可以吗？我是真的不会，我连玩桌游，黑共有把图给勾长，那个桌游我也不玩。我觉得画不好会不会笑？我觉得你都不会画画。我很了解，我能够体会，因为有很多来到我的工作坊的长辈、退休人士都会跟我说，我不会画画怎么办？我不敢画。我小时候老师都说我画得不好，从此再也不想画画。但是呢，他们来到我的工作室工作坊或线上以后呢，他们发现他们可以闭上眼睛用左手画，听着音乐画。完全就没有压力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嘛，你只要跟着心里的感觉走，然后张开眼睛看，哇，画成这样好有趣哦，所以他们就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再问他说，你觉得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艺术陪伴里面有一个很有趣，就是它是透过图像，因为我们说艺术是超越语言的力量，它可以透过图像去反映他内在的状态，所以如果有一个妈妈，她来这样随便画个图以后，睁开眼睛看，就会说，我觉得这个是海边，哇，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我这个礼拜天要带孩子去哪里度假了，原来我心里想要去海边。唐行想要用供贴，我觉得老师，我们等一下就先去旁边画一下，我想知道我这礼拜想要去哪里。没有，也还供谁 ？OK， 就我觉得理解对，而且当你开始真的画下第一笔，你愿意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突破，没错，一个跨界，对不对？一个跨越哈。同泰卡福音其实老师真的老师，你看我们看老师的资料，老师18岁的时候，给400岁个时间就同他的老师开一个画展了。18岁那个时候我们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就是还在想说未来我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老师就开画展了。不过老师其实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我们说艰难起起伏伏，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力量的协助。不过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看老师故事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你去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没有很好的结果。那大家就会觉得没有很好结果，怎么样呢？我就中不得嘞，没有打击，可事实上蛮戏剧化的，是蛮戏剧化的。对，因为我从小是拿奖牌奖状长大的，你看，我打了很多美术比赛奖，所以那个全国比赛，我以为我一定得奖，但是没想到就是失败了，那时候很挫折，长了满脸的青春痘，都不敢见人，觉得太丢脸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对自己有个重新生命的思考，觉得其实我的人生不是要用奖状、奖杯来定义的，我的价值不在于这些
这些奖状跟奖杯，我的成就也不在于这些，而是在于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的人，上帝创造我就是独特的。那我因为这个时候接触了信仰，信仰帮助我重新找到我自己的价值跟意义。我发现上帝是无条件爱我，他不会因为我失败了或者是做得不好，他就不爱我。我的这个价值跟肯定就是在于，我被创造是这么的独特。所以这个帮助我非常的大，信仰帮助我可以有心灵的自由，然后我可以跳脱那个别人的眼光，我可以自在的画我想画的图，不再那么害怕落选啊，或者是没有得奖，我超越了这一些。对，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当然，我的人生历程，还有很多的曲折，对，包括后来，对，我知道要出国的，没错，老师故事真的非常多。你先请你甲乡亲们先聊下，你马上你等下中国来10堂线上，还有嘛个精彩嘅故事，做啲分享。今日到帮你走的绕墙都在梦里欣赏了一抖节目第一读到大家的分享。哇，老师的故事其实也不是一个1小时的节目，3言2语就可以讲完的。对，然后还跟我好到欣赏了打嘴鼓，欣赏去动动改很多的一些鼓励啦，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透过别人的故事，会找到跟自己的共鸣。是，对，就会觉得说啊，原来他是这样，那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在上一段节目，老师提到就是说。其实生命很奇妙哈，大家想看看啊，一直拿奖状的一个人，你突然惨遭一个滑铁卢，但滑铁卢背后还有故事哈。可是你就会在那里面找到挫折，开始否定自己。可是背后老师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觉得原来我的成就跟我的成功是来自于外面我们说别人世俗的肯定。是，对，那其实活着很辛苦，不只是老师，我相信有太嘎青斗给你都会暗涌你，只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你有没有这样的觉知？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失败，我觉得反而是反转，因为肯定来自于自己，对不对？好，你找到了不同的方向，所以真的是很感动，对。可是你以为这样就顺利了吗？其实人生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哦。你那暗涌就顺兮兮，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对号入座去讲到说，你就这样重新翻转，想说你就也不是。后来老师还是想要画画，你还说你现在要出国，对，因为老师还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是。可是后来听说出国也梦碎，对，人生常常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人生确实有很多的曲折，有很多的挫折兼挑战，但是我就觉得，在我很想要出国深造，因为老师很肯定我常开画展，我在学生时代就常开画展。可是我爸爸本来答应支持我的，因为一场家庭变故就没办法支持我出国，所以我的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弯跟转折。那我在毕业2年后，我就在重新思考我到底最想做什么。那因为信仰的缘故，我发现我想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陪伴年轻人，他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标。因为我也是在年轻的时候遇到挫折，然后几乎爬不起来，所以呢，我就全职加入一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叫校园团契，在校园里面做学生的辅导工作。我那时候在台大、师大附中，还有政大几个学校里面，就是当社团的辅导老师，陪伴了很多迷惘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我可以在那时候太忙了，因为每天要陪那么多年轻人，所以我就只有10年我都没有办法拿画笔画画。我很觉得不可思议耶，因为大家想看啊，黑讲你从小到大你的梦想就会做一个画家，你就像音乐家一样嘛，就是我以后就是要当一个钢琴家，我一直都在弹钢琴，我以后要出国到欧洲去念音乐，可是最后我10年没有碰音乐，呀，一共来10年给10年都没法图。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老师可是现在我们又开始画画，是怎么样让你重拾画？
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很奇妙，我的人生就是被上帝安排一个像一个绘本一样吧，就是有高潮起伏。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上帝这么爱我，无条件爱我，我就把我的笔就奉献给他。我陪伴青少年，我很快乐啊，我也不一定要画画。虽然以前我觉得画画是我人生唯一的一个目的，但是后来我就进入了婚姻。进入婚姻之后，我就发现我全职妈妈，原来全职妈妈这么辛苦很需要照顾自己因为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嘛。然后上帝就把画笔塞还给我，我就开始创作绘本故事，像这些绘本啊，对，就是跟着孩子一起，跟着孩子一起在那里聊天的时候，我就画了孩子的故事，画了我公公的故事。那我后来还陪了我公公，他瘫痪3年，照顾他。就在那段时间，上帝很奇妙的把画笔就这样塞还给我了。我就开始透过创作绘本来记录孩子的成长，还有我的人生故事，像晚餐时间呢，在讲这个我们家庭的晚餐时间怎么疗愈我们。好像那个我有一棵树，就是画我公公的故事。我觉得透过这些创作，让我也得到了一个我的生命找到出口。那虽然人生有很多的辛苦，但是在透过这个艺术陪伴自己的时候，我自己先被安慰、被疗愈。是，那很奇妙的是，我那时候第一次投稿给《中国时报》，他们就录取用了我的画，大大的刊在副刊上，我好惊讶，就肯定了我。那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方式帮助我找到自信，就是这一本吗？这本是得了信宜的儿童文学奖的入围。我那时候也好惊讶，我第一本作品就可以入围信宜的儿童文学奖，所以我觉得是冥冥中是有一位上帝在鼓励我，在带领我。对，就是这一本所以其实泰嘎堂形上一个故事就提供哇，其实你刚刚有听到哇，还要照顾公公，对不对？而且公公很辛苦，对，就是卧病嘛，对不对？你知道一般我们客观按用用，除非吃到亚黑青辛苦给狗场，狗对欣赏为够，你反而是重新找到画笔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开始把一些故事给简单记录下来，竟然被看见了，然后你投稿了就被刊登了，然后你出了书就得奖了，对对，所以其实生命真景很奇妙，而且老师亚哈还给艺术周盘给欣赏。我们在节目上一段就有讲到什么，其实老师有一个艺术工作坊，对不对？好，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故事，不过唔讲海迪你看到给画图，不过还中间10年没有画，不过可以是画图给史杰又有一个很好的成绩。亚哈呢又借由画图去陪伴喊卡抖给你，对不对？老师，那其实听说你会开始做艺术陪伴，也是跟你的好朋友很有关系，是，对不对？那也是我想不到的意外。就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大学同学，他是吕素贞老师，他是台湾最早从纽约把艺术治疗的理念推广到台湾来的。那他后来也是最早来说出这个艺术陪伴这样一个观念，他一直想要用艺术来陪伴很多在癌症末期或在病房中受苦难过的人，或者是忧郁症的朋友。但是呢，没想到他因为癌症，他自己也因为癌症，短短的20天就离开了。他其实是拖很久，但是他被就是到后来发现说突然掉得很快。那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就是把他所有的书籍、课本，还有他的教案材料留给我。那时候大家就好伤心哦，真的是很舍不得他失去他。那我也是很爱我这个朋友，但是我就接到他女儿给我这么多这些他的书、他的教案、他的教材，我就有感受到，其实好像他就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要完成他的心愿跟遗愿，继续把这个艺术推广到社会大众，去陪伴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可以因为艺术养生你说长辈银发族，现在很多人他们在家真的很闷没事做，他们可透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如果来我的工作坊，他们就会很快乐，可以养生。对，那也可以因为这样就是来照顾自己的需要。你知道警察他们是压力很大的，对。他们是高压族群，一般我们都没有真的去理解警察多高压，对。但是我透过这个艺术陪伴去警察大学，我就发现警官心里也有脆弱的一面。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吗？因为老师讲话很温柔，从嘛哈啊，2岁又是一种哈感觉上我们觉得比较有距离又很浪漫的东西，可是你面对一群铁汉子的那种感觉，是不是？那么我觉得他们穿起那个警察制服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很强，对不对？对我会真的有爱有给感觉。他们可能脱下制服，我可能会觉得还好，很高真给。所以其实就先进入到了警察大学，然后让他们去开始学习，他们就是透过艺术来舒压、放松，然后去觉察。其实艺术陪伴很重要，是帮助我们自我觉察。对哈，我们现在在电视上面可以看到老师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画作，这些画作应该都是。在你在警察大学做艺术我们说陪伴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作品不止警察大学，还有我的线上，因为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很大，我大概就办了超过200场，你很难想象。2年之内吗？对，2、3年哦，不到3年哦，200多场。那等于是几天就一场，几天就一场。几乎有时候是3天2夜住在一个灵修中心那里，所以大家就是一个成长团体的方式。对对对，一起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这样他们说出来就是疗愈了。对对对，因为有人听我讲。对，我的内心那个孤单那一块就被照顾到了，对对对，就觉得有人懂我。我听你的故事是一个共鸣，但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要把自己故事讲出来不容易哦，不是只是分享哦，你还要面对自己是不是有缺口，对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去被医治，对不对？然后。那个地方你觉知了，其实你就是往前大跨一步。先有了觉知，才能够有背后的治疗，对不对？哈，王哥，唐现在上爱用公司第一个哇，线上走对逮了个故事，非松改动。其实带起来安用音哈，其实老师刚刚说到是警察，对不对？其实好想要听警察的故事哦，很想要知道这个就是雄赳赳气昂昂、铁铮铮的汉子，其实走对有没有故事，走对同大家的分享。我们带起来安用音，其实老师也做了很多像是母亲角色的一个陪伴，对，甚至跨国的，对不对？在国外有很多。例子，黑某就会跟当老师的啦，或者是长者，对不对？对，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故事哈，所以都聊回来，我们就先绕墙的理解，用亲朋友先聊下，啉下茶，我们就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回过头来，其实老师还有很多具体的、真实的故事，抢大家的分享，所以大家聊下，你等下长总会好好谈故事。东方宇宙的绕墙头在蒙提欣赏的一斗节目地图，让大家复英雄安静才盖故事。好，真的，今天讨论了艺术陪伴是什么。好，先跟大家讲哈，艺术陪伴哈，其实是安然的事情，不是这么远的事情。哈，你说安困难，没有这么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挖土也不是按困难的事情，画画也没有很难。不过更多按的欣赏自己的故事呀，好，配你的故事呀，好，清楚的事情就会，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心。我们要静下来，我们的心有什么地方是受伤的，我们需要去被照顾。你有没有办法去舔舐那个伤口，去医治那个伤口？我想这也是老师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谈谈别人的作品，对不对？经常勾一给6年，其实哇200多场，对不对？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们就先分享有一个校长的故事。对，好。我想我要先谢谢我的学生们，他们都同意也答应我，让我可以公开分享他们的作品。这很不容易耶。就像如果有一天我有什么故事，老师要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我也会觉得很害羞哎，是不是？老师，那你帮我们讲一下校长的故事。是，好。那是因为我在温州街办这个心灵绘本工作坊的时候，有人介绍一个退休校长来我的工作坊。那他来的时候就很不快乐，因为他癌症很痛苦、不舒服，所以他第一张图呢，就是画的一个红色的人，手就往上举，上来是虚弱的。他就是说我不要死，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要死，他很害怕，他很害怕面对死亡。对，但是呢，透过那一期那个过程，就是画画的过程，他得到了那个旁边的同学的支持、陪伴、倾听，还有他得到了一个信仰的帮助。因为我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引导他们去透过祈祷，得到心灵的力量跟盼望还有信心。那他就跟他的最
敌对的那个家人和好了，他跟别人和好，也跟自己和好。后来他开始改变，他可以用他的画作来表达他的信心跟盼望，他就不再害怕死亡了。那我们真的好感动哦，就是在那个过程里头看到他的转化，他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恐惧、忧伤转化成了一个力量，就是他相信上帝很爱他，他的身边充满了爱。所以他不会再害怕了。所以最后他走的时候，是我去读诗篇23篇给他听，为他祈祷，他就像睡着了一样。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上帝，让他透过这个艺术的陪伴，他可以在他癌症过程那么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心灵的力量跟平安。我觉得那个平安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死亡，但是有时候也不知道死亡其实距离自己有时候很近哦。那泰达熊宽那呀，如果说大家都必须经历死亡，大家都可能有机会经历那个痛苦，一样都面临同样的结果。那你希望这个过程是一直带着恐惧离开，还是这个过程最后你的心里是可以比较平静的、比较安静的去接受它？你看，这就是最大的差别。如果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好，我想刚刚欣赏讲的就会按用给感狗，他可以很恐惧一样死亡，可是我可以心里很平安，我一样面对死亡。好，这是刚才那个告总给故事，他们大家按用你哦，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生命的难题。喜常在按斗给故事底度有一个其实是母亲，对不对？特殊儿的母亲。对，就是今年夏天春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了台东台湾的后山台东那里，跟嘉丽丽的基金会合作，就是我们陪伴了一群有特殊儿的妈妈。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一群压力很大的。当然有时候就要担心他们的孩子有自闭儿、有过动儿他们要照顾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那我觉得透过这个艺术的陪伴，他们真的就是学习照顾自己的心情，然后可以抒压，把内心的痛苦就表达出来，这个对他们很重要。喜常来看这一幅图画，其实这幅图对我来说，我觉得画得很好虽然我们说画画只要开心就好，我讲还可以看到按有个线条这样的颜色，然后有两个小小的人在里面，这中间其实可以读到很多讯息。是，对，因为其实我会鼓励学生，就是尽量透过色彩来让自己的心情愉悦。那最重要是说，不只是陪伴，也是透过那个创作过程里面，你碰到那个美的感觉，那就是一个疗愈。是，他会开心。对泰达兄讲那如果说我的生命当中一定要经历到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好像很重大的打击，这样周队有按有给艺术陪伴没有黑共你反超，所以失眠也是可以。老师现在大部分人都会失眠，失眠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专利了。对，是在我的工作坊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工程师、心理师、老师，甚至大学生。对，你看很多心理师，还有大学生、年轻人，他们也很喜欢。也是对，年轻人、大学生很多忧郁症。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朋友。他来画画，画完第二天回去，他跟我说：“老师啊，我最近都睡不着，因为我工作压力太大了，好奇怪，我怎么上了你的工作坊，回那天晚上我就一觉到天亮，睡得很好，因为他的心静下来了。”他的压力疏解，很多的杂质被过滤了，对不对？他也知道他的内心怎么回事了，就是那个情绪需要去处理。对，老师今天带来很多我们说朋友的故事，或是朋友的话，或者是去参加工作坊的话。刚才观众朋友看到青头可以涂在电视上面有放着让大家看，可是我觉得有些那些图光看了心情就很好。是啊，对呀，而且不要说什么专业的画家，我觉得每张图看起来都好专业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相信自己，对不对？对，我觉得有一些不敢画画的朋友来到我工作室，他们就有一次就有长辈跟我说：“谢谢老师，我以前都不敢画画，觉得自己不会画画，可是上了你的课程之后，我发现我会画画了，我的人生从黑白变彩色了。”他觉得好开心，是，因为他找到自信，他就会越画越好。对，特别在疫情期间，是哇，你看老师还有青斗给故事做点同台感的分享哈。你看我们要做事情很多我们要快问快答，我们还有很多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我先
先我怕我等一下会漏掉，还是按用共后哎，老师这是新的作品对不对？是的，回家。这个是样书，是什么时候会出版？希望顺利的话，希望在9月啊，好棒哦！那也可以用 UGV 再邀请老师来分享这个绘本，那里面也是一个很棒，有很棒的文字，很棒的图，对不对？问一下老师，如果我们要想要知道这么多的资讯，我们是要上脸书？当然，哈哈，所以我们只要打，比如张梦丽老师还是对，可以打 Mary 的绘本新世界、心灵世界、绘本新世界，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 Mary 的绘本新世界哈，上面就会有青斗给子欣，可以用泰卡兄会了解，开课讯息也在上面，开课讯息也在上面，好棒哦！而且其实青斗给时间啊，看欣赏给作品啊，可以赶快按用，你先不要管里面内容，光看到那个手绘那个本子本人就很疗愈了，有没有？哇，时间过得很快，我还是要进行1、2题快问快答，好不好？好，给问你个夹问夹N 黑么该东西嘞？我要问一下老师哈，老师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蓝色。为什么？我觉得蓝色让我想到平静，还有海洋。我喜欢海。哈哈，那我可以分享我颜色吗？我发现我蛮喜欢绿色的。但那绿色是什么呢？我也不晓得，很不负责的答案。好，再来一题，老师，你觉得艺术陪伴最不简单的部分是？最不简单就是让人可以自我觉察内心的状况，因为人很多逃避面对自己，超难。这个最难了，对，逃避面对，而且因为有时候那个觉察一面对是面对缺口，是没错，不是说面对哇我好棒，不是面对，这是面对你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哈？这是最难的部分。好的。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吗？当然就是亲近大自然啊！我觉得那让我觉得好靠近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对 ，OK， 所以老师你会喜欢像是爬山啊，喜欢接近海啊，种花，对，老师你真的很适合成为艺术陪伴的老师，因为我想老师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疗愈自己，当然，对不对？老师也是觉察自己的问题，是觉察自己的缺口，然后才可以医治自己，对不对？对，所以也才有能力去协助别人被医治。对，你说的非常好，你说的非常好，自己体验过才可以去体验帮助别人。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说，你真的想太多了，然后怎么这么忧郁？你就是想太多。我们最不喜欢听到这个，你又不知道我的痛苦是什么，你又不知道我现在在面临个压力黑马该东西，对不对？哎呀，你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青董你比你还要辛苦，又来了，其实你就完全没有办法被医治，然后讲完之后反而更不开心。好，对，所以今天其实东风宇宙的绕墙都在梦里欣赏的都进入地图哈。其实老师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艺术的陪伴，然后让你可以过得更好。当然，对哈，节目真的很快，老师我们现在剩30秒有没有什么话最后想跟大家分享？鼓励大家都去接近艺术、亲近艺术，而且要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很独特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绝对不在乎别人的肯定跟成就，或者是欣赏眼光，而在乎我们就是很特别的，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耶，好棒！今天真的很动感，想欣赏雷朵两片，有机会再邀请欣赏雷朵两片，让大家不容易改性改走平。谢谢老师，什么欣赏？好，乡亲朋友，天天下来走认同了。中戲福喜樂呢屆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屆面書傾站，喺度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